公元2022年11月10號晚上12點，千年商都廣州正式宣布封閉海珠區，所有通往海珠區嘅橋梁以及街道全部設置水馬，築起圍欄，整個河南成為咗一個與世隔絕嘅荒島。今日我哋就跟隨記者嘅腳步深入探訪，嚟到呢一片疫情最嚴重嘅荒涼地帶，我哋嚟睇下海珠區嘅居民係點樣艱難創業、絕處逢生。喺鏡頭嘅呢邊就係海珠區4大口岸之一廣州大橋口岸。目前當地人最賴以生存嘅行業就係物流業，通俗啲講呢，就叫走水客。因為響11號嘅凌晨開始，所有嘅陸上交通工具，包括地鐵、公交、共享單車，全部停運，電動雞就成為咗唯一嘅出行交通工具。咁自從海珠區封島之後呢，社會上就出現咗大批嘅流離浪蕩、無所事事嘅無業遊民，迫於無奈、走投無路之下呢，就加入咗做走水客嘅行列之中。咁喺一帶一路嘅指導思想下呢，走水客就肩負住海珠區島上居民嘅商品流通以及運輸配送嘅神聖職責。佢哋忍辱負重、臥薪嘗膽，一步一個腳印咁樣建立起廣州嘅陸上絲綢之路。所謂一方有難就八方支援，其他各區嘅熱心人士呢，就紛紛向海珠區伸出援手。響記者嘅走訪之下，我哋發現大部分輸送往海珠區嘅救援物資呢，就係咖啡、奶茶、漢堡包。海珠區居民就已經飢不擇食、骨瘦如柴，好耐都冇見過呢啲饕餮盛宴、美味佳肴啦。能夠食上一餐美味嘅麥當勞同埋一杯喜茶，就成為咗島上居民最遙不可及嘅夢想。同樣響大橋口岸嘅下邊，呢度就住咗一批因為疫情而無家可歸嘅社會青年。佢哋有啲係外賣小哥，有啲就係屋企封咗，依家就居無定所，露宿街頭。佢哋同島上嘅居民一樣，每日就係食飯、瞓覺、做核酸。冇人知道佢哋幾時先可以同家人團聚，冇人知道海珠到底幾時先回歸到廣州嘅懷抱。沿住絲綢之路往東出發，呢度就係馳名中外嘅廣交會展館。昔日人聲鼎沸、車水馬龍嘅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如今嘅廣交會展館已經變成咗方艙，每日集中收治所有嘅羊群，就會送到嚟廣交會展館呢度。沿途呢係冇任何嘅車輛或者行人經過，就只有留守嘅大白同埋小白。喺拍攝期間呢，醫護人員亦都會勸喻我哋盡快離開。下一集我哋將會繼續尋找他媽的故事。